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翻书看复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其實講到藍染吼，其實他嘅人路應該有談過也嘅產品。而家全台灣幾多地方都有做藍染，但是每一個地方都有每一個自家嘅特色。我哋今日一手嘅藍染咯，而係對我哋嘅水源頭文教基金會，以長期嘅批判我哋沙器，去培養出來一啲沙器嘅產業，按到太平藍。做完了太平藍，當然係因為比如我睇我哋嘅台中太平咧，頭班喺呢啲地方慢慢地出來嘅。但是我哋今日一手嘅係講，到底做乜嘅而係對呢啲沙器開始發展下品牌，哎呀中間又發生乜事情？我哋馬上翻我哋咧，一董事長落到嚟現場同我哋講有一攤嘅事情，來馬上翻我哋一董事長。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想問一下董事長吼，因為其實我哋提供雖然台文教基金會一開始會做我哋嘅沙片人文關懷嘅事情嘛，啊多舊年嘅太地同嘅時節都開始做我哋沙器重建同沙器批判嘅事情，但是做乜我同我哋嘅太平藍也個品牌係有關係咯。當初做乜我想到講沙器產業要變成做一個品牌嘅東西來操作。因為沙器產業如果冇一個品牌的話，大家唔等於哪來的？你可以做乜嘢東西？因為一般所有的消費者，你看到有東西就是太平，台中太平來的，所以我用太平藍做命名，一個名也真成功。我哋因為台灣做藍染唔止我哋也一家，講三峽啦、苗栗啦、那個東勢啊，還有個美濃都有。但係你聽用一個名稱同大家做區分，除了用名稱做區分以外，咱的產品也要做區分，一定要有設計着手，唔做得大家強用就冇乜意思嘅呀。你有，我也有，消費者會搞亂，會混亂起嘅，所以我哋用名稱，還有我哋品牌做區分。因為我初從我哋董事長亦講到講，其實我哋台灣各地有幾多個藍染係一個產業嘛，譬如講我哋嘅三峽，我哋嘅美濃，幾多有，但是幾多路係因為講我哋新乜嘅藍染嘅欣賞，要成立一啲工坊嘅工作室，你用嘢嘅名嘅都做嘢嘅藍染嘅品牌，但是唔會貼喺個，你用啲地名。根本上也地名同藍染本地都有一啲歷史嘅關係咩？係啊，因為我哋來自台中太平一個地方，如果用一個命名，用一個地名做命名嘅話，所有我哋鄉親父老，我哋工作人員也係太平人，係嘛？我哋所有嘅設計師也係太平來嘅，大家就有個光榮感，我哋不止為我哋工作奮鬥啦，嗬，我哋為一個在地嗬，我哋地方。太平嘅地方，一個客家莊做努力，那個也非常有意義嘅事情。我常常在太平嘅地方，同我哋細路嘅，真係學生嘅小朋友就講，我哋太平係光榮嘅地方，係我哋客家祖先打拼出來嘅地方。我哋我要教佢哋客家歌謠，因為我哋也係一個客家資源老師嘛，我同大家講，我哋客家莊係一個非常非常亮麗嘅地方，我哋要同我哋客家莊嘅故事同本大家知，和所有嘅人都知道，我哋太平咧土變坑係個非常強又有技術又有工藝嘅社區，本大家有個驕傲跟光榮感，所以我用也去做地名。但是我還有一個問題吼，其實我想問一下講，其實沙器產業要開始以前嘅一個問題，因為常常我看到幾多沙器吼，你可能會有一啲以前做過嘅事情吼，譬如乾塑啦冇乜嘅事情，但是後來沒落嘅，沒落以後，梗係講要開始做產業。可是問題常常會遇到第一個問題就講，冇人才，係第一個吼，大家我冇人問題。第二個問題就講，要更加要做一事情。因為講，一啲行業會沒落，可能都對講，因為幾時節，譬如講你講藍染好了，中間都因為發紅染貴多，一個便宜，嗰時嘢藍染慢慢的被取代掉了。咁你用去面對下市場嘅問題，好，嗰時也有個問題，第一個，當初開始嚟做太平藍嘅時節，你這個本身的太平地區，還有安尼技術人才。
刚开始的时候抢螺丝，我就非常感谢草屯公益中心的汤文君老师。我在民国98年的时候就抢去东岸的按一样的地方，从南投到太平来教做在线上来教大家做手艺，因为那个东西已经没落以后传承一条螺丝来教，唔免讲出家闭着眼睛出家罔顾要进行。螺丝来教，然后又请很多设计师来做我们专业老师，包括亚洲大学林清美院长来给他服装设计学系的。所以按多螺丝来教大概技术以后，我们还自己聘请来出家设计师出来，因为一个无人才的话，常常讲无人才，一个产业冇办法发展啊，而靠人来做发展，这是我们最重要一个。目的跟方向，所以来讲按多年的奋斗，刚开始挺困难。同观众朋友大家讲，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刚入后开始学的时候，东西唔免改好嘛，唔免讲改成熟嘛，系嘛？你东西就冇销路啊，消费者很挑按国内外消费者看到人家东西唔会发，你做出来同佢差唔多，比如说买人家东西，系嘛？所以在2-3年的时候。很沉淀，我从中想好像迄个客家人，我在做3-4年的时候，老实讲，我想放弃的，因为我讲，哎呀，用大家做来做去都差不多，系无？你做的技术，用我们突破来讲，这个产业，咁做来下去，但更好像迄个客家人就娘讲嘛，系无？来讲，本来笑啊，我做3-4年都熟悉了，系无？本来笑死的。我来讲再想办法看看，就开始从来偏向来出家专业的工艺师，因为该时候给学的4-5年，他受过啥工艺师，学的4-5啥以后就是出师，他自己的产品，他的技术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准啦，所以我就先风行来，最重要我后来有一个突破，就个设计，用设计来引领我们冉冉的新风潮。所以我就那个地方太平南的地方，看同人太平南，看同人的产品的时候，一定会眼睛一亮。我相信头我哋一董事长已经讲出一个重要量落去设计啦，因为其实对几多个设计产业来讲的话，其实因为后来冇办法真实变成产业。好，如变成的产业设计的特色，如因为其实伊在产业化的过程地方，伊冇办法真实打入市场的地方。係啊。如头其实我哋咧董事长嘛讲的，其实就因为人家东西，嗰种市场的方其实慢年都有。刚开始。一开始系啊，同时因为有发红呀咩？系啊。佢价钱可能要比便宜一半。系啊。嗰种这个系冇特色，然后同时又唔係讲作為貴便宜的嗰個，其實有時市場大唔入去，市場大唔入去對幾多設計來講嘅話，可能2-3年都夠嘅咧。冇差，都夠嘅咧。冇差。嗰種講，頭其實我哋啲董事長又講，第4年，行出一條設計嘅路。但是問題係設計嘅件事情啊，見仁見智。係嘛？嘛講到好嘅設計，市場設計，好嘅市場買單的設計。其實就能用去行業設計一條路啊。所以講我也按多年我經常出國去做參展，我去過泰國，我也去啊，廈門、上海，還有蘇州，還有景德鎮、北京，係嘛？還有到我哋國外嘅話就泰國、新加坡、日本、法國，還有到泰國。我的东西推出来的时候，在参展的过程中试验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反应，这是最准的。因为太讲喜欢的东西就拼命买嘛，表示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来转移的时候做再多生产，价格比较不是说很讨喜，不是不好不是很讨喜，我们可以当做艺术品，对吗？做不同方向的发挥。或者提到主持人讲的先对，后边的社区产业很多人都高的都，真正讲发展成一个产业的少，主要原因从大家报告就会唔抢嘅。
大家来搞搞的发通一样。但是你如果没有永续经营，你冇办法把一个旧家的环境本大家发。我想所有观众朋友都知道，卖啥一个搞嘢的东西，那你了了的好好的就算了啊。但是我想法冇同样，我哋吼同一个产业当成企业来经营，做嘛呢？如果冇按用企业化的精神的话，那产业社区产业来也搞的。最后就不了了之，因为你没有就业嘛，你没有一个生计的深入嘛，所以呢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在经过参展，经过各方面的收集资讯，回来以后，我会同设计师讲，安用的产品在国内外很受欢迎，太卡进弘扬哦，我哋做更精致一点，更好一点，让消费者订单都往我们走。然后在经营的过程中，还有我们有经过网络电商平台，电商平台我哋要不要看消费者冇看到我哋产品，只看到照片的时候，你哋特别喜欢那样的产品，来统计起来亚洲的产品做的多生产，可以把它不断的通路，不断打通。企业化就是要通路嘛。第二个还要有就业嘛，你如果都冇的话，就讲空发。大家個講句一樣，見做嘅冇人買，做冇乜意思啊。所以來講，台灣的社區產業一定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可是其實佢都會沙期嘅產業一開始係因為我哋沙期業就做一件事情，但是因為某一個企業嘅做法去導入的時間，譬如如果我哋沙期產業搞到後來最慢，其實大部分人冇做到最慢。首先下喎，等下我哋咪有個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水源天文港基金会董事长叶董事长同我们讲太平蓝有个品牌，伊当初成立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过程。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哋现场有带几多产品嘛，吼，迄边同我哋叶董事长同我哋小姐下讲，有迄乜产品，伊也会特色迄乜好冇？也给迄我哋得到经典设计奖哦，台湾优良工艺品的冉挂钟。也个真有特色咯，嘿，贵有特色，会讲哦，真多嘢。我出来的时候都过那摆吼，都丁胆最多就也个建成吼，真有特色，因为每一层代表1个小时，每一道要染256次，你看几麻烦嘞，真麻烦。也个就会从白天到黑夜，我哋也做黑夜到白天，都可以按照消费者喜爱。咱刚推出的时候，在法国巴黎，还记得法国巴黎参展的时候，小朋友叫青岛同咱咧当时指针魔童嘛，青岛是这样的讲 ，This is model， 它这是假，就是假的啦，玩具啦。结果我把电池放进去，不同哦，他们surprise 讲 This is really 要个真的哦，哇，买销售最好，因为外国人很注重创意跟设计跟新鲜。你能够把传统的东西跟时尚做结合，跟时代做结合，哇，他们非常高兴。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蓝蓝椅凳，还有蓝蓝桌灯啊，还有蓝蓝置物盒，都跟生活家具、生活器具做结合的东西很多。我们的诚毅文理特别为我们办了特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旅馆，啊，它全部的房间都会用我们的蓝的产品作为标杆，作为特色。哦，结果卖得真好，加个贵，个贵都有人要去出哦，讲非常疗愈。但是如果创业的这可能在总的然后感觉到从头看，叶董事长有讲过，伊1点钟录一片嘛，哈，1点钟录一个。但是我感觉到最特别的讲，你讲米的食如果染200人摆，256摆。做嘛看到，因为感觉有的会层层浅浅，浅的嘛染都摆哦。因为你要从个颜色区分出来统一块布哦，颜色区分出来，然后
要把它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渐层不要，而且不能够让它褪色。所以你就染得越多，是染得越深，下的功夫越陡，你看我们这已经过2年了都不会褪色吗？不会褪色啊。也是同一块布的吗？同一块布，然后慢慢染出来。亚洲的用唔同的布染，亚洲的做的同一块布，我哋技术可以做到工艺师的技术做的同一块布，染出来不同的布，亚洲的。因为亚系用不同的步骤就每一个间隔就代表一个点钟，你看看然后我哋电子风的黑杯不给同的时候，外国人到新加坡也系，日本也系，尤其日本人到日本参展的时候，日本东京的时候，日本也有染啦，佢哋很自傲，人哋染染不如我哋人，人哋好我哋人，我讲我哋同我冇同佢争辩啦拿出来的时候，哇，给他 surprise。他说：“你把我们染工艺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去了。那个 number one。”係啊，日本人我感覺到講，唔錯，其實全世界人睇波人因為講南洋保存的最好都喺日本有啲技術啦，有啲流派。但是其實看到有啲作品的時候，你會發現到講，有時時用一把創意啊，不用睇一啲傳統的一啲技術地方。就真的會變成無腔啊，一個新的產品。同時，因為從頭我感覺到講，有些傳統的東西，有變成一個太問題。你講，你同人哋健康的成分冇辦法做結合。嗰時因為冇辦法做結合的關係，嗰時就變成慢慢的無人用意。這個無人用意，也會技術都跌下的。但是健康可能有4種，每個人都考慮有4種。對。好，每個人都考慮有4種，我們做中、避中、掛中，包括都可以。但是健康可能也會，等於講。今年也要染布的技術，你因為可能有也要種的，伊留下來。係，因為按用那個產品迅速繁衍以後，我哋就抵到消費者佢而傳統的染布創作以外，你做得從陶器裡面創作，你做得從木頭裡面創作。你做得從那個任何的複合材質做創作，給它先繁養啊，給它講，哎呀，按用的東西挺療癒，而且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哋做出來不但也可以得到優良工藝品文化部的，我們的餐店也得到台灣綠工藝文化部工藝中心綠工藝認證，去年又得到，我哋不斷的設計很多非常新奇，而且非常實用。你就是用得到，你買了唔好看啊！我哋消費者或一般生活家庭，你買了唔講擺到不卡冇用，冇意思啊！你看鐘嘅也做嚟用，我哋個燈嘅也做嚟用，我哋桌燈也做嚟用，還有我們的置物盒也做嚟用，還有我們寵物包，對不對？其實我哋從很多的染的一些設計的產品東西，跟我們生活跟家具做結合以後，迅速繁衍，就種傳統就冇用用，你看到按用，大概就低調，太平亂來嘅。但是，雖然講同我哋呢現代做的結合啦，但同時也還是保有我哋傳統嗰種，我哋講幾典型的那種美。像講有個餐點，像有特種嘅餐點，伊有個特別出現喺喏，有水波紋。兩個餐店它那個2個杯墊，一個餐墊，它用水波紋的技巧做出來佢放在廚房也做得，放在餐廳也做得，放在屋卡也做得，也可以當做茶店用，也可以當做餐店用，可以做個多用途。那對國外人很注重那個生活品質嘛，佢哋親戚們有個東西，跟喝咖啡不只是放茶但放咖啡。放碗放一些那個生活器具品給它細分一起，按用一個產品簡潔，也冇囉嗦啦，也冇囉嗦，所以得到文化部工藝中心的去年台灣綠工藝認證。你看好了綠的工藝我哋講簡約，對，幾簡單，好，但是幾耐看，好，因為同時幾耐用，所以我哋國內外嘅話，對不管對泰流也好，前年還冇疫情嘅時候，泰流也好，還有日本也好，泰國也好，
新加坡也好，真喜欢遐个作品，真喜欢遐个作品。所以董事长有讲到讲，伊去过度，譬如讲中国啦、新加坡啦、泰国啦、日本啦，其实一条国家本来这家都有这家蓝样，每一个国家有这家蓝样的技术，但因这家去的时间，你会发现到讲，也还没每一个国家以好的作品、好的东西无共用，是无共用，所以俺的技术、俺的产品，本地的比他们更好，才有你带去才有意义啊。如果你带的产品其他都有诶，或者技术无其他好，其他做买嘢东西。系啊，嗰種係咪長嘅董事長來講啊？譬如講，像也要始終嘛，日本人嘛感覺到佢貼嘅，嗰啲中國嘅話咯，伊就會因為講，你買個技術冇，買個產品，係個感覺到佢有新奇啊。其實絲巾，也個絲巾，其實真喜歡，還有棉巾。我哋對送貨嘅時候，佢個寒嘛，其實很喜歡棉巾、圍巾啊，買我哋嘅圍巾。然後如果這個廈門比較熱帶的地方，就是絲巾很受歡迎。其實因為我哋做嘅特別好，其實大量也有，但係我哋做按斤次，按獎。其實明白都講從價錢講出來的時候，按貴用來講冇辦法。你自家做看，你做得出來再來嫌貴，結果你比較起來比較真的好。你看漸層式的整個作品出來，不管是布料的創作，不管是木器的創作結合起來的創作，都讓人家驚豔。我哋做一個品牌出來，就是讓人家驚豔。因為初頭講嘅中國其實也算是南亞嘅，我哋講發源地啦嚇。可是我講喺發源地地方，哪一啲按你絲巾一提講，其實講絲巾藍染中國嘛有啊。可是你這個因為講，而家絲巾，而家藍染的絲巾是某個地方。一定因為講哇，也不真的係一個好產技術，我哋設計以外還有技術特別好，而且材料是真材實料，我哋用我們自己種的小青大青小青的原料，那個栽培出來的葉子，藍靛做出來的東西貨真價實。我提頭講，我也唔講人家啲，我哋有一擺到成都去去邀請我哋去參展跟教學。我哋藍靛有因為液體的東西要化驗啊，什麼要很麻煩冇帶出去。但是我就同我哋工藝師講，我哋就大量現場淘寶去買款貨咧，真便宜哦。我哋就買落去，結果一個禮拜做好嘅話，消費者就反映講個褪色了，假的我哋講到還有我哋對有青島大陸，因為我哋真有名的嘛，其實也講其實太平洋，我哋這種仿冒害我們可是有名的時候都有意仿冒誒。對，然後也有很多來信說，奇怪，太平洋很有名啊，你在我們大陸賣的東西這麼名不符實啊！我講你跟哪一家買的？給那個臉書都打開了，都唔咩捱人嘢，這個沒有辦法，都推翻就唔講。大陸話青島，我不知很矮我青島工藝師都被仿冒，大概不知道怎麼辦。有名就也有這個麻煩。我說你不要用我們太平洋了，對，講真個砸我們招牌。有名以後，好多開始有人會想講講係咪對人用人名氣去賺一些錢哈？對。可是但是對人來講嘅話，其實把技術壓喺佢手上，好技術在手上，其實對人來講，其實如我哋講，企業裏邊最大嘅資產都係人有技術。有人才，好。可是從頭都有講，其實你培養人才也部分啦，嗬。其實慢慢花幾多時間，先多時間。咁啊，因為從頭我睇，我考過，其實幾多現在我發現到個，其實培養人才最花錢。冇錯。好，培養人才最花錢，咁中華話培養人才，佢對外面入人才如何呀？但係我嘅想法同披薩冇共樣，我哋做乜要栽培出家人才呢？因為我哋產品我哋很穩定的生產。冇法我也唔講佢做，因為我哋本期嘅資源青島，我哋不斷的訓練，不斷的搶落實欣賞來本期最新的技術，然後給他們很寬廣的空間，給設計師很寬廣空間。但係我嘅想法
国家人才发展咗版本内底最大原因就讲，伊讲吼，伊100人用年就得到110年哦，就9年吼，4年後伊進步又輕多啊，所以佢哋又把安用嘅獎在版本內底對個客家種嘅產業來史無前例啦。版本100已經先了不起嘅啊，版本也聽100更加肯定。可是對於太平人嚟講嘅話，其實也要技術最重要，但是也人才啊叫最重要。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講成晒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雖然睇文講基金會董事長葉董事長同我哋講，我哋喺太平南嘅一啲產品有哪度？其實我想問一下吼，因為頭頭你一直講到講設計師吼，因為技術一部分嘛，提供其實對嗰度嘅企業嚟講，技術係最基礎嘅吼，一定要有技術，咱可以同佢贏邊。冇錯。但是設計師一部分哦，係其實係嗰種因為講。唔屬於皮用，但是皮用係你講要做係，你講好變成就大對頭。其實對廣東人來講，也係一種又愛又恨的一個東西。但是頭頭我哋葉董事長其實冇可能講出一個講新的思想。如果有因為講其實人才一部分，其實那係我哋企業裏邊佢創業嘅一部分，同時。這個有一個這個嘅設計，那真係喺外面唔屬於炒人的啦。於是以前我哋因為派可能買人用講啊，我哋用炒的，但是炒1年、炒2年，唔可能炒1年啊。沒辦法。好，我相信設計師一部分嘅話，從頭都有講到，人才皮哦。佢設計師呢，因為設計師一部分吼見仁見智，設計嘅好冇見仁見智。從頭都係有同冇人講，你中國嘅世界，中國人好嘛嘅樣，而且泰國嘅世界應該好嘅冇共樣嘛。係啊。所以我哋吼設計師吼也愛經常我哋設計師也經常出國去觀摩啊，或去參觀也好，參展也好。所以我哋設計師講也去過中國，也去過泰國，也去過日本，也各方面去吸收新的知識。因為吼你光看圖面吼圖片，冇按臨場感、現場感是最重要。你看人家用嚟做嘅，我哋有辦法同佢吼改變出來冇？做得工韓國靚韓國好冇？這個設計師的任務很重要，所以我哋設計師哦都科班出身，佢哋吼來嘅時候當然吼剛開始都唔曉，唔要緊訓練嘛，人才係訓練出來，冇人個天生就會，你就都主持人講先對設計嘅東西哦見仁見智，你講我講個清好，嗰個賣唔出去冇用啊，你講個唔好，佢賣嚟清好啊，有個東西吼。見仁見智，市場反應冇咁樣，冇要緊。所以我哋產品多樣化，我哋都根本業吼，可以是就60幾種不同的產品可以到嘅，不同樣貌，商務也有啦，哈，那個生活器具也有啦，那個那文具也有啦，用藍設計的。我慢慢又發展成植物藍，裡面我哋太平的地方吼，見到枇杷、荔枝、牛煙的嘛，我哋從個葉嘅拿出來嘅話，也試看，為啥？叫做有的東西做出來樣貌吼也清好啊，我哋吼發展不同的面貌產業，不只是藍啦吼，我哋從其他植物藍吼也帶到我哋創作領域裡面去。我們最近吼也有發表很多的那個植物藍的產品，來同觀眾朋友報告一下，我哋今年又入選文化部吼台北時裝週第3度入選，我簡唔簡單？我設計師極我也極強嘅，每一擺吼設計出來的東西都冇共用，和評審委員為之驚豔不已。所以我呢在設計方面哈，我要求的是進步。你做的唔做的 Q 年同今年東西都差唔多，係冇？賣少賣牙東西，因為消費者很挑誒，市場競爭很大咧，所以我們看。我們現在植物染出來的東西，植物染的圍巾、絲巾，還有植物染出來的帽子啊，枇杷染的帽子、荔枝染的帽子，也挺靚哦。這一擺哈，時裝週我哋也會做亮相，3月份。
因为吼，其实初中我哋呢，董事长已经讲到嘛吼，我哋用嘅係技術人才嘅培養。其實創作還有另外一個幾大問題嚟講，因為其實你更加嘅產品面、產品線一邊變得幾多，唔單止做衫褲啊、做圍巾嗰個，你都要講越來越短咧。哦，你更加因為無同嘅器具嘅一種結合。跟唔得，每個產品而生產過程以前，其實我有啲幾長嘅一個實驗期。實驗期有時間，我哋講法談嘅是，你做實驗嘅過程裡邊，你能了錢唔賺錢啦。冇錯。好，因為你這個做嘅項目唔低，最慢嘅產品結構很樣嘅唔低。像頭先講嘅我哋咧董事長講嘅測溫驗，其實測溫驗幾多年來講話會失敗，因為冇辦法定色。冇錯。冇如果同樣係牛眼嘅，但是每一擺驗出來食，都冇固定。係啊，因為吼，我哋就有個感覺講吼，植物染嘅部分吼，我哋就在試驗，我哋嗰啲也想，因為主持人剛才講得真對，因為吼，你在過程裡面要花很多時間，要花好多錢。係啊，很多時間，一般又金錢，有時候做出來消費者遊客不買單咧，也真多啊，但係失敗為成功之母啦，唔是講失敗，我哋客家人做乜講失敗呢？係無？我同大家講吼，我本身吼。我也唔怕太個小愛吼，我在參加文化部的呈現去出國咧呈現的時候，失敗將近10幾擺，失敗在100年到102年吼，被人家打回去的吼，不下數十次啊，直到104年才成功。我就唔驚，我有個特色就講，你唔喜歡我冇要緊，我專心我再檢討看看，係無？我那要改進呢，那地方並不像人家，有一個精神。才有成功的機會嘛。如果100失敗、200失敗或失敗，你就放棄就沒有太平來了。我就講，一定的不斷的試驗市場的反應、消費者反應、顧客的反應，還有百貨公司專櫃哈那些寄賣主的反應，真重要。你看，我哋上台南林百貨，我哋上保利百貨、松菸的誠品百貨。還有收購百貨，還有星光三月，又特別為我們做了主題展。我哋進廣龍，去年都經演出星光三月百貨公司儀式生活節主題展，去年在太平南。對，今年哈所有的展覽的產品都我哋設計師設計出來啊，江潔儀小姐、那個張雅雯小姐、葉冠磊先生，他們今年設計出來的東西盡量和消費者眼光哈大開。今年星光三月百貨公司也真有面咧，我哋也真有面咧，客家人也真有面咧。等於講，其實伊啲傳統嘅技術、傳統嘅產品，以前我哋傳統講到我哋太金山啦、我哋藍山，我用嘅啲技術，其實慢慢的對人來講，伊係變成冇一條路誒。好，同時伊唔單止伊變喺衫褲上面咧，伊啲藍染，伊可以是還變得冇同樣嘅一啲器物上面嘅一個藍染。冇錯。咁創業部分嘅話，喺一開始都想到講我行到金面長途，還是講一路向喺建行金面上頭建行金面。嗱，像我們都有金面，老實講吼，同大家主持人還有觀眾朋友，不是不相瞞啦哈，來做到第3年、第4年的時候哈，我就想冇做嘅，那個東西做暗庫，技術不如人啦哈，設計不如人啦，行銷通路完全冇啦，係冇？做下去吼，了錢偷氣嘛，做拍工嘅啊，但係我唔相信，我想客家人哦。只有大戲嘅，冇半路而廢嘅，就有下精神邊做邊修，邊做邊改，然後邊做那個我哋不單係在基金會得獎，我哋產品各方面都得獎，設計各方面大家都講真係好，你在做出來的東西不單係代表我哋台中的特色，也代表台灣的特色，也代表客家的特色，這個東西是我念之在之，一直不忘的地方。因為其實我哋雖然提問到一開始係做沙金養殖啦，做沙金養殖一件事情吼，如果公國法談一下非盈利啦，吼，就等於是不盈利的，也不能都冇賺錢的啦，但是變成一個品牌的時間吼，唔係講賺錢係一個壞事情，因為你等下要學很多嘢，同時
还有几多嘅事业爱做吼，还得技术爱学习啊，得叫，嗰时伊听到盈利啦，啊，能讲我清楚一些，因为大家要学安多年，冇错，你样嘅对伊个无盈利嘅、无赚钱嘅，变成一个真是爱赚钱，因为大家安多样去想，安样去学，吼，安多技术去突破，一中间那个心境很样去转变。我都笑嘛吼，我講以前吼，我做企嘅話，啊，反正開門吼，有營業沒有營業冇要緊，冇負擔嘛。越聽越多言都好。係啊，我基本上吼，我開門吼，冇做生意就唔做得了嘛。這就是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就社會企業的精神啦。我就從想吼，因為國家吼，政府也鼓勵吼非營利吼慢慢產業化，唔好講落去靠政府靠賠償募捐啊，大家來救濟啊，咁沒辦法。因為我就想用班我自家行出一條路來，一個青蔥腰，我同青島有時候大家交流非營利組織交流反映的時候，我講我同唔等於冇共用哦。唔等於吼有做生意冇做生意，品牌大出來大唔出來冇要緊，反正你哋冇向人嘛，係冇？大家都來做志工嘅，我唔同哦，我門一打開來出錢哦，大家嘅薪水哦，那個馬多嘅開銷哦，係冇？但係因為我要有企業化的精神，我講有這樣的精神，促使我們組織吼不斷的進步。我個個請廣東，也係請感覺吼。我哋客家祖先本來一個精神吼，對也發揚光大起來。雖然天文教基金會對我哋嘅社會關懷開始慢慢的變成我哋嘅社會嘅中間嘅時節，因為對我哋社會嘅產業成立了一個品牌叫做太平樂，同時亦把技術、人才還有研發也三個重要東西。發展出一條品牌路，嘛行嘅改善，咁樣嘅感謝我哋呢，一同時同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同太平樂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到我哋太平樂嘅專櫃百貨公司專櫃，一定要來看我哋人咯，多謝大家。休息下喎，再聽我哋現場來運通一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